是很难过的时候唱的。因为你小时候常常被老人家骂，督促这个没有做好，督促那个没有做好，一天到晚就干气。好，你今天要做什么？你一定要做到，每一天都这样子督促我，好烦啊！这个老人哇！后来我就想尽办法要堵住他的嘴，就做了一首歌，做了这首叫做《让我们放开怀嘛，紧张什么》。做这首歌堵住他的嘴，我一唱，他就不生气，还好。Hati aku ingin
的